缅甸是的，美食点心茶叶缅饭。那这个是什么？综合豆，对，综合豆。那茶叶就是我们不会单吃，那我们会配综合豆，还有芝麻，还有虾米，还有番茄。那蒜跟辣椒就是看自己的喜好，自己喜欢就可以加。那我们开始缅饭的茶叶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。那缅甸的茶叶缅饭要配缅甸的虾米，比较有味道。对，那我再加1匙的番茄。1匙的番茄。那部长喜欢吃酸的吗？酸辣辣。酸的好。好。多放2下好。好。现在就可以吃了。现在直接就吃了。对，部长在缅甸我们吃东西都是用手吃。哦。对，那我这样子用手吃，部长也会用手吃吗？会啊。好啊，那我们一起用手吃。好啊。好吃吗？不错，真的好吃。不过我觉得再酸一点比较好。还不酸哦。还不够酸。哇哦，我很喜欢吃酸一点的。不等你怎么切呢？斜的。稍微斜。在缅甸我们缅饭的小黄瓜都是切圆形。啊，这样子啊？对，我们是切圆形。圆形切好了，连3片叠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把它切成细。哦。就这样子，赶快切，要切很细哦。先抓面。哦，先抓面。是有面对不对？面好。或者你吃那么少吗？好，你不是说要加米粉吗？啊，对。好，再加米粉。好，再来。那对呀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秘密就在这里。对，我家是吃，因为我也喜欢吃酸酸辣辣的口感。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秘密哈。重点是这个。重点是这里。好。好。再加鱼露4下，5下，6下，7下，8下，9下，10下。味道真的不错。好吃吗？旋律都在这里。中间的煎，然后煎是坚定的煎，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分子。事实上，新住民朋友现在来到台湾大概有50万的左右哦。那如果第2代再加起来的话，那已经有100万了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说，新住民朋友已经整个融入台湾这个社会，也带来了很多文化的融合。所以今天可以看到，我们有很多新住民朋友从东南亚带来的美食，真的很好吃，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吃吃看。哦，真的是很棒的这一些多元文化的一个融合。